人生在世，我哋每日都面對無數選擇，小至食咩飯，大至影響深遠嘅人生方向。但你知唔知道，有一個最重要嘅選擇，佢嘅結果係超越時間，係永恆不變嘅，而且神已經將佢清晰地擺喺你面前。神用最溫柔最慈愛嘅聲音呼喚住我哋。申命記第30章19節清晰咁講，我將生死禍福陳明喺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揀選生命。呢一個宣言唔單止係一個選擇，佢更係一份從天父而來充滿愛與盼望嘅邀請。揀選生命就係揀選毫無保留咁去愛神，同時信服佢寶貴嘅話語，將佢活出嚟。當你真心咁做嘅時候，你就係揀選咗一份無比豐盛嘅祝福，一個充滿真正平安、喜樂同埋永恆意義嘅生命。今日你會為自己嘅將來做出一個點樣嘅選擇呢？